咱大家头前吼，今仔日是爸爸节吼，啊，所以这位李先生我所在啦吼，伊足敖趁钱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囝。我即马善家人啊，即马啊，演过呢，演过。顶过拢收了了。拢收了，我太太拢用了了，有影。哦，安尼我知影，我想着我有炸一个小抄吼，我知影这个李坤李先生哦，伊足好趁钱，所以演过吼，伊演过，常人讲，哦，我钱趁但拢阮太太用了了吼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所在太太是诚好的太太。你有钱啊？拢你食，拢你食。你送我钱嘛，钱拢你食。我是想讲吼，咱对咱的先生吼，加减拢互伊压力，毋过咱家己无感觉。啊，我是认为讲，今仔日是足难得的机会吼，我要互你吼透一口气，你甲恁太太讲一句话，互你平时毋敢讲的，你有啥物敢甲讲？你无爱听我的，所以你家己讲。阮太太吼人是袂歹啦，但是大概啊有代志啊，就像阮太太害我。所以我常常讲，阮太太喺我头仔顶水泥顶啊，啊，互我死啊！即摆死未了，够饭食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太太，感谢我阿弟啦。哦，伊的人生观就是讲，伊感谢太太，互伊压力，所以伊才有今仔日这么出发，是毋是安尼？是哦，有啦。我即摆都散过。啊，袂啦，有查甫人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伊心肝想甲喙讲拢无共款，所以一寡话我会替伊讲吼，所以伊才就讲多谢太太，互伊压力，伊才有今仔日吼。是啦，阮太太无我死。无你死吼。我阿弟嘛。我是讲，这个男生哦，我讲伫网络上看者讲，因啥那会较早死，就是因拢无要听太太话。太太叫伊去身体检查，拢毋去身体检查，所以我想讲啊，今仔日父亲节，我做一个好心，我今仔日替你身体检查，我即摆甲你检查，就是讲你这个不大吼，爱小可捏一下，嘿，爱小可捏一下，安尼让太太永远长命百岁，好不好96公斤。96公斤啊，你无讲讲，这边嘛，媒婆在那边96公斤，有听？我两天之前去大肠进来，加强进来，刚在啦，无代志。无代志，因为太太陪你。扑死了。好，多谢。这个先生吼，有满腹的话要讲吼，所以咱后摆再搁请伊讲哈。过来，咱请这位大家有熟悉无？这个是咱的新的监事，我互大家晓，伊今年几岁？他明年就是90岁，好，来，你好，我前无偌久去参加这北区的卡拉 OK 吼，上尾收多啊伊啊拢全啊伊行走起路来，来，我替你摕，你会当你这个行去遐，我甲行倒来，拜托。哇，他那个走那个台步，哇，你看，哇，滴，袂输那个。模特儿，所以我感觉邓铁雄讲，这个何先生到底是几岁？因为我知影，有一寡我的朋友我知影80几岁，我一甲查89。我知影你足照顾你的太太，吼，所以你即摆甲这个话甲恁太太讲，我替你做大，大声。唔通用我做司机，我愿意接受。恁咧，迄就是你的福气。已经老啦，明年我就是90岁啊。这老婆一句话，嘴念的老婆就是错。啊，这就是真济先生拢讲，阮太太足够细念啦吼。啊，不过伊即马伊是讲，今仔要甲因太太讲，细念的老婆就是错，其实也是对我们大家说。我去网络上看说，男人最不喜欢太太做什么？细念 ，OK？所以咱大家互相鼓励哈。
好，谢谢你。阿姨是种足标准，身材足标准，所以你的健康 OK。来，过来点模样。这是咱的新会长。咱嘛看是咱的新会长，咱会感觉讲，咱的新会长哪会这可怜吼？做甲分数拢歪一边吼。到底因太太是叫伊做偌济代志？所以点模样甲阮讲，恁太太叫你做偌济代志？恁太太，你要甲恁太太讲话，我旁观边仔看，我知影讲因遮济不倒有我替讲。伊讲毋通甲我当做工区啦，自己的代志就家己来，毋通定来指挥我，做我无欢喜的代志。例我真好，真知影，真了解。真了解我。真了解你哦，我才转去的时候，互恁某甲我点一个。哦。阮某也知影，安尼就真好咧。加知，安怎？来，你讲甲恁太太讲，甲恁太太互伊一句名言，叫伊后盖爱迄个啥改进。哦，伊讲。你讲啊，是我讲。我讲。伊讲吼，你若骂老公吼，老公的太太吼是大错特错啊！即句话我唔敢讲。啥物人敢讲？你若今日讲吼，永远都无饭通食，你话甲你煮饭了。这不是我控制啊，这我无法度控制。那个厨房啊，拜托留一个便当，让他晚上可以带回去吃。没有，讲是会使都爱，袂使用嘴讲者，都爱心来讲。我想迄个恁太太特别原谅，伊是拢唔敢讲，咱借一年一届的机会甲讲，吼，安尼你心怀暗中再无去，再当活得长命百岁，吼。我爱讲，阮太太遐好吼，你甲讲无甲讲拢共款拢共款所以就真歹讲，讲也毋对，毋讲也毋对。好听哦，咱所太太拢来检讨，咱是毋是安尼？咱是毋是讲嘛袂使，无讲嘛袂使？安尼较好做伙，无吼，一日到晚干那咧，安尼好。好，多谢。所以，阮咱希望咱的会长每工拢会当快乐乐，每工暗顿拢有饭通啊食，吼。多谢。好，过来，咱就是这个苏先生哦。苏先生有缘投无缘投？苏先生的太太坐伫倒，大家甲看，因为太太偌可爱的一位。我所在的苏先生哦，是足爱唱卡拉 OK 啦。我嘛所在有一个秘密，就是讲伊嘛足爱看水查某，所以你今日甲你太太讲，有啥物要甲讲？我欢喜看水查某，就互我看。反正会叫的狗不会咬人。对。来，你甲老婆讲一句话。给老婆的一句话：甘心煮饭又会撒娇的太太，一定不会错。一定不会错。袂歹啦，阮太太袂歹啦。是太太足客气啦。阮太太是阮大姊甲介绍的啦。迄阵甲我讲哦，你娶即个吼袂歹啦，即个会变做真好的老母吼，但是无甲我讲出来真好的报。真好。但是佮看起来袂歹啦，多谢啦哈。好，多谢。那个苏先生，我检查你的体格，这个佫直定吼，不倒无真胖啦吼，安尼表示这个苏太太照顾了袂歹吼。多谢，来，过来，咱请咱杨先生。大家捌坐无？这是咱中北会足出名，爬山啦、创运动拢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各位东北会会员啊，大家晚安。午安。恁太太有足爱看韩剧啊？你跟他写，你哪知？我哪知？我有去调查过啊。恁太太拢有时拢讲迄韩剧内底拢帅哥，拢讲恁太太一干嘛穿到恁？无真加油。因为韩剧哦，迄个时间上拄好，迄个暗时到8点到9点，其大家嘛是来8点到10点，这个时间伊也煮饭煮煞，休困的时间看这上适当上拄好。你要甲恁太太讲啥物话？太太是我的宝贝啊。太太是你的宝贝。
杨太太在哪里啊？赶快站起来给我们看看。你是你先生的宝贝，啊！你即摆嘛看韩剧的时，无定来丢看电视内底男生嘛，我头看看你这个可爱的老公啊。你要甲你电视你太太嘛讲你错了，你敢不敢讲话？不敢讲话。啊，今天让你讲话。太太讲我唔对。哎，太太拢讲老公，你嘛甲你太太讲你错了。啊你即摆就讲。老公说你错，你就要赶快承认错。对，我也承认。你赶快承认。啊，真对，伊讲唔对，我对。对啊。反正太太都是对的。对。天下的太太都是对的。对。啊，我想要请杨先生出来，就是讲，咱内底莫讲别人，讲阮先生就迄头壳有当时嘛足对，就空骨哩，所以咱来请一寡这个标准的先生，互大家互相来学习。好，来上尾这个。上尾这个是上乖，来，肖先生，你会晓读，你会晓学遮无？是爱我甲你斗读？我读。哦，你会晓读？哦，好来。我唔通甲我当一滴。啥物物件我叫我食好。哎，安尼哦。啊，为了不减伊嘛要减肥啊。要减肥吼。伊咩来叫你食就对。哦，啊，看起来你这不肚就是安尼，你太太把你当成猪，一直都喂你，然后她要减肥，她的东西也请你吃，是不是这样？刚不要这可怜。这可怜的。有影哦，你小太太坐咧度，不过我所在吼，小先生前一段身体无啥好。然后因太太像咧顾马面安尼来顾，今仔日在安尼红膏赤翅甲你食，敢毋是？毋是哦。我惨啊！来，好来，甲老婆讲一句你心里的话。讲哦。我嘛无认错。我无认错。你莫认错。OK， 安尼就安啦，伊就爱承认伊毋对啊，你嘛无错，就是伊错嘛。No。伊嘛爱承认伊对。伊嘛爱承认伊对。伊对。阮两个拢毋对的。哦，安尼啊。这个翁吼，有的人是足够保姆，有的人是用另外的方法去保姆。伊即摆讲我毋捌毋对，我太太妈妈毋对。毋对。公权恁遮毋对啦。安尼啦，就是安尼啦，对无？啊，真好。嘿，所以我一直感觉讲，想要家对吼，伊为什么都到80岁，老夫老妻为什么都那么美满？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骗某的方式，这个是。讲伊错，我太太没有错，大家都没有错，我们两个都没有错。你这家拢真好，你别家拢不好。啊，这边是讲我的太太最可爱。我的太太虽然最爱看韩剧，3不5时嘛，我头拢看到我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边讲人甲我做媒人，讲我的某会是好妈妈，伊拢无讲是好某。不过我看起来了，即马我承认阮太太正港是好某，我太对无？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虽然伊咧讲因太太无饭食，妹啊，老食到这大汉吼，讲无饭食，食到比大人讲搁较落，对毋对？啊，即摆啊伊做会长，伊的心足好。我甲大家讲，恁囝无管食便当，食得到痛，这拢是会长交代落来，讲我要互这个长辈快乐的过他的晚年。所以咱搁一届甲多谢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位何启宗何先生，咱的新人监事。他也是树立很好的榜样，虽然被高长辈都出来吼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跟他学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哦，讲3届拢无钱啦，啊，拢太太害啦，其实是讲颠倒版，伊是讲拢太太陪伊走过这个困境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我讲的都是对。好，今天谢谢。Happy Father's Day， 我们大家跟他加油鼓掌，谢谢。好，安尼，甲你欺负煞，多谢你。我嘛要叫人哦，大家拢讲袂话，你莫叫我，我惊到要死，你拢会甲我欺负。所以我叫遮吼，一般拢全是阮教会乖乖的宝宝，乖乖的男生哈。